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梦，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面頭劉浩明。每個人出生的時間係平等的，過生的時間嘛係平等的。唔管有乜嘅準備，睇唔睇生老病死的時間，一定會感覺到佢痛心，還有佢唔感恩。但是近講，我哋有幾多嘅方法可以睇我哋睇嘅生離死別的時間，幫我哋有一些準備，同時嘛有人來聽述我哋。去度過嘅最難過嘅關。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咯，係都係我哋農業企業嘅一個日本人也出嘅蔡明勳來到我哋現場。如果同我哋講，亦都係一個樣嘅行業，同時我哋生前係咪可以聽一個生前企業？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來賓明勳來到我哋現場。明勳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來自高雄的蔡明勳。明勳，我想請問一下哈，因為其實雖然說譬如講我哋講生前企業啦哈，無論講我哋咧離異時期是聽我哋咧生活地位是較緊要啲嘅哈，因為比起過早以前我哋一天請我哋咧葬儀社來辦一件事情嘅時間，更加越來越多人已經可以接觸到講，我哋咧朋友過身咧，我哋就請我哋咧禮儀公司好來幫我們全權處理所有的一切，但是做入去工作嘅人嚟講嘅話，當初開始去投入到我們農業的時候，你的家人對於你的工作有反對嗎？當然，在一開始的時候，難免會擔心，畢竟這是一個很未知的領域嘛，對於一般人來說，所以對於他的工作內容，大家可能會有很多的想象啊，或是猜測啊，所以擔心是難免的，但是支持是一定有的。那你那個時候自己做的功課是什麼？我可能先研究一下這間公司。對，到底為什麼他們可以做到這樣的一個程度哦，在這個業界裡面。那再來，其實我在學校的時候就已經陸續接觸了這間公司的一些主管人士哦，所以其實讓我留下了還蠻好的一個印象。所以我那時候在思考的是，我在學校累積的這個生命教育的經歷，是不是有機會可以拿到這個所謂的生命產業，讓它有不同的改革，或者是讓更多的人知道它的重要性，這樣子。因為其實我哋更加要我哋講禮儀產業啦哈，無論講生命產業嘅部分，其實係對過早以前我哋尤其對日本嘅朋友學咯，因為我哋提講其實日本人對呢一塊已經有做過多嘅研究嘅。嗰時其實10多年來，其實台灣喺禮儀產業嘅部分其實蠻發展得幾好。嗰時但是我哋會發現到講，其實比起以前我哋嘅禮儀嘅一個高長地位，其實更加為現在的一個譬如說，不管說我們去參加一些喪禮來說的話，其實我覺得那種肅穆的感覺跟那種乾淨的那種感覺，其實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樣，而且更讓我們能夠專心的在於對於往生的人、過世的人的一種懷念，而不是在於以前其實因為很多儀式的關係、嘈雜的關係，以至於說，其實在那個時候，我還記得我小時候，我爺爺奶奶過世的時候，你就知道那個場合你就搞不清楚，說我到底是要聽誰的話，然後到底我的情緒是該要怎麼樣，因為其實那個時候就很吵。然後會有很多不同的儀式的聲音在進來，可是現在的那種感覺其實就會相對起來其實是單純很多，就是說你真的是專心在於感念這件事情上面。那你當初進來這樣子的一個工作的時候，因為其實我們常常會把兩件事情搞錯，一個就是禮儀師嘛，好，一個就是你們現在所謂的營業部的部分。那你們是不是可以跟你講一下，比如說一般的禮儀師他要做的工作大概有哪些？他的工作流程是什麼 ？OK， 那剛剛主持人其實就有提到了哈，我就大概的說明一下哈。那其實因為我們公司它比較注重所謂的專業分工，所以就把禮儀師跟我們在前端的這個業務的推廣哈，把它分開來。但是呢，我覺得這樣反而對所謂的家屬哈，或者是所謂的消費者，他可能有更好的保障，是說，他不用把所有的風險只寄託在一個人身上，所以我們會有很多人一起來圓滿這個案件。那剛剛有提到說，像禮儀師的部分哦，其實禮儀師呢，對於現在我們的公司對於禮儀師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哈，因為他除了要考國家級的證照、丙級啊、乙級啊以上，然後其實他們也要會非常多的技能。包含可能我們在服務案件中會用到的，像悲傷輔導啊這一塊，他們也要去學習。那再來實用的部分，他們也可能要考美容證照、大體修補的相關的技術的證照，這個都是他們已經基本必備的。那其實還有一點最重要的，畢竟我們服務的是一個可能屬於比較悲傷甚至是不幸的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哦，所以他們的耐心
跟倾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个案的需求不太一样，然后大家的情绪波动，其实也都不一定那么好掌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最应该要去学习跟克服的地方。因为我们过早期吼，我们讲我们的处理我们的丧葬事业的时候，都比较着重在，譬如讲仪式怎么进行，是好要请怎样的道士，好要讲怎样的。可是就像头东的人的民群讲呀，其实应该会注重到 help boy 好悲伤的辅导，是好以及当事件发生的当下家属的一个支持，好就变成讲，不单只是仪式本身是很重要，因为早期的话真的是完全的重点就在仪式如何进行，谁该来哭，什么时候要来进香。可是真正对于家属的感受其实是没有照顾到的。可是现在照顾是比较全面的。刚刚我想要听一个问题，如果那怎样的人适合去当礼仪师啊？我觉得他可能要具备几个条件，除了我刚刚有提到的，可能在情绪上面，他必须学习一下要怎么样去应对，甚至是安抚。然后再来的话，我刚刚有提到这个使用的技术的部分，这个也是应该要去学习的。那再来，我刚刚没有提到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对于整个流程规划的一个基本的逻辑的概念。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情？我刚刚其实有说到每一个个案的需求不太一样。对，那也会有每一个地区不同的规定我们其实所了解的相关的规定呢，各个地方政府收费也不同，然后它的这个进行方式也不一样它的这个执行方式也都会有差异。对，所以我们在要求礼仪师要怎么样去整合他的这个专业能力的时候呢，他其实在地的培养也很重要，因为他必须掌握地方政府，然后还有在地的医院，每一间医院的规定也不一样所以他必须掌握好这一些技术跟技巧，然后再来把它融合成这个活动的一个流程的概念，所以他可以放心让家属说，我从第一天开始到最后一天到结束，甚至是我们追踪到可能以佛道教的这个传统习俗，它会有什么百日啊、对年啊这一些的这个流程，他们都必须要把它安排妥当，然后提供给家属，等于这是一个非常全面而完整的服务了啦。它不仅只是着重在仪式本身的一个进行，它完全从开始接大体开始，一直到最后面。那刚刚明勋你这个有讲到讲，其实佛教同土教，好以最慢，我冇講係基督教啦，還有其他個穆斯林啊，好，給嗰種無腔嘅教門。他在处理丧葬事宜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不同的算是差别或者是禁忌啊？一定有的，即使是同样的宗教，它也有不同的算门派嘛那不同的门派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虽然统称是佛教，但是它里面因为派系门派的不同，所以他们也会有这些细节上的差异。那但是如果我们以最基本的概念来讲，因为其实台湾很多人是算佛道算融合在一起的所以会比较接近，只是他们可能用的这个法事的仪轨跟那个法器。那当然发出来的声音可能就不太一样那我们统称再分的话，大部分都是把它分成东方宗教跟西方宗教。佛道教我们都是东方，那天主教啊、基督教啊就会属于西方。那最大的差异可能就是看日子的部分。对，佛道教一般来讲，它在一个案件的发生，它可能通常都还是会满7天以上。就我们俗称的这个过头期，但是基督教就不一定，他们可能只要定得到火化，定得到他们想要的场地，然后牧师能不能配合他们要的场地，能不能够在时间内完成 ，OK， 那就尽快就出去了。对，所以这个应该是基本上最大的差异，可能就是日子天数的这个部分。對於我哋客家總來講嘅話，我哋呢睇二十有時節會要求呢啲東西講，我哋會希望講到時節睇我哋呢古嘢我哋出產的時節全部係講客家，甚至照着客家人的習俗去進行的。然後因此我們就會有這樣的特殊的一個要求去跟禮儀公司去講，然後他們就會到時候就會安排這樣子的一個客家人的不管是我老師啦哈，或者是整個儀式的話，那其實這樣子我後來觀察一下，我發現若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要求，而且可以滿足家屬的一個要求的時候，其實對於家屬來說，他們會覺得說他至少可以對得起這個往生的人。是主持人其實剛剛有提到那也是我前面沒有補充到的，就是語言的能力。對，所以的確會因應家族他們的一些習慣要求，在語言的部分，尤其在所謂的告別追思會上面的這個司儀到底他要用哪一種語言來做主軸的呈現，又或者是音樂的部分
这一些都其实是涵盖在目前的专业服务里面，所以的确会有遇到您刚刚所说的状况，尤其以客家的这个族群的话，一定要的。那这样子的话，以现在台湾的宗教来说的话，就你刚刚说分成东方跟西方嘛。那东方来说，从一刚开始的接回大体之后的这整个过程，一直到开始的上映的开始，都是几乎都会雷同吗？还是说中间还是会有小小部分的一个差别？还是会看个案的需求，因为即使是一样都客家族群好了。每一个地区的客家族群，它还是会有一些细节上面的要求，可能是一样的这个想法哈，但是呈现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有做法上面的差异，所以其实还是有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哈，如果说以这个一般的佛道教的这个告别追思的现场它可能会有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印象，您可能有去追念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有人会说，这里有净水，是，你可以洗净水。对。那洗净水的意思呢，就代表是，我们可以把身上的这个洗干净，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安心的回家去但是一样是佛教，佛教里面就有一个派系，他们就不使用净水这个设备但是这也可能会延伸一个问题家族里面的人都是同宗教吗？这可能就是一个问号了。以现在台湾这么多元的一个社会里面其实很多人在同一个家族，尽管是夫妻，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不一定一样。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礼仪师很大的挑战，是我们要怎么样来满足家族里面所有主要的成员，他们都可以同意。我们整个这样子进行，因为有的人说这个不行，我不拿香，我不跪拜，那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可以让家族的人，然后或者是亲友们也都可以很认同，然后都可以接受，取得共识，这一点就是礼仪师最大的任务了。故事其实看看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告别式里边，其实係里边各当然的意見，就睇你綜合以後做出一個最好嘅天。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龍洋企業人本營業處嘅協理蔡明勳來到我們現場，佢同我哋講佢當初怎麼會參加也會工作。我想問一下明勳，因為頭先有講，其實現場講就講我哋要東方同西方冇傾嗰宗教法，我哋都尊重講係用東方嘅方式，還是用西方嘅方式，佢幾時就要用去處理啊問題？主持人提到的，的確是我們現在很大的一個挑戰那因為台灣的美好就在於它非常的多元嘛所以大家的宗教信仰都非常的自由。那我們的確會越常遇到每一個家族裡面大家的那個宗教信仰不同所有的子女宗教信仰不一樣，甚至是夫妻他們的宗教信仰也可能不一樣那我覺得我們最大的挑戰就是要協調出一個共識，不管是宗教的儀軌或者是宗教的法事，然後或者是場地的佈置，然後再來是整個的流程都需要取得這些主要家庭成員的一個共識，讓他們都可以理解，那在彼此尊重的一個前提下，都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那這個就是我們很大的一個學習跟任務。那這個共識是要家族裡面先去協調出來，還是說到時候其實你們會一起去？跟他們一起去討論這件事情。其實我們在整個整個儀式的這個可能以台灣來講，大概8天到12天左右。我們其實，在前面的1、2天呢，我們非常重視一個階段，叫做諮商協調。那這個諮商協調呢，有可能1個小時，有可能2個小時，甚至更久。那這就是要去讓家屬們完全的了解，接下來我們可能會面臨到什麼樣子的一個細節。那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跟要求？那不管是在宗教信仰上面，還是家族的習慣上面，或者是家族的長輩的叮嚀上面，我們都希望可以取得最大的共識，再來做下面的這個安排跟規劃。也就是說，其實，在整個事前的時候，會有一個比較公開的討論，是去一塊去把大家對於追思會的一個想象
把它提出来，然后最后希望说最后能够协调出一个大家都能够彼此接受的一个方法了。是，不只是追思会，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以台湾目前的这个咨商期大概可能是8天到12天，甚至拉到14天左右。其实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事情要做，那也会因为不同的宗教就会特别的安排。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以佛道教的话，我们会有这个头七的法事嘛。你看哥卡扎西尊更早的时候可能要做7个七哦，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法事呢也越来越简化那可能我们至少目前最少都会做的就是头七跟最后的这个尾七，或者是我们称的圆满期。对，但如果是西方宗教呢，他们就没有这个法事的安排，所以不只是最后一天的这个告别追思，而是在前面的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需求。嗰就等於講，其實注重嘅事情其實幾多呢？我們單止講前面咧都前面其實都最慢的時間，所有嘅幾完整的把所有嘅事情結束，其實係一件冇簡單的事情。因為一開始嘅時候，這個有講到講以前睇嘅學校做過嘛，其實從來會在國外志工，那個時候帶志工是去哪裡呢？然後去做些什麼樣的事情？台灣其實每年在各大專校院有非常多，至少可能會有150組到200組以上的大專青年接受學校的安排，還有政府的協助。那我們會到這個中國的邊境。那我小時候有看過一部電影，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沒有看過，叫做《異域》。對，那時候因為國共在打戰嘛，所以很多的一批人推到台灣，可是其實還有很多人。他們是沒有推到台灣，他們是埋伏在中國各個邊境的國家。那他們等待有一天想要去反攻大陸嘛？那後來有反攻大陸嗎？沒有，結束了。那他們就變成了類似像人球，他們沒有辦法來台灣，他們也沒有辦法回到原本中國他們自己的家鄉，所以他們被迫在當地落地生根。那我們帶着大專青年去服務的就是這一種族群，因為對於他們來說，身上還是流着華人的血液，所以他們對於華人的文化，他們還是有一定的程度想要做了解。那再來觀光的部分、語言的部分，還有工作的部分，其實學華語對他們來說也會有一些助力。對，所以我們去服務的就是這些族群。可服務的內容係乜呀？服務的內容是什麼？我們最主要如果是帶大專青年的話，那就會以教育為主。所以華語只是基本的。那當然我們會協助他們的學校來做英語啊、數學啊跟其他科目的建制，因為他們那邊的狀況是這樣的。我們在台灣要當老師的話，你可能是師範學院畢業，你還要去考到教師證。可是他們那邊華語學校的老師有可能是隔壁村的村長的媳婦，有念到高中然後把他請來當華語教育的老師，所以他們可能對於課綱的設計或者是這個代課的技巧，這些可能都是沒有概念的，只是因為他有念稍微比較多的書。那我們過去就是在幫他們建制，這個學校他們可以怎麼樣去運用，不管是教具還是課綱或者是內容的精進，這個是我們主要帶大專青年過去就可以完成的。那像這樣子的一個算是海外的志工的一個算是一個服務裡面啊，那你自己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我覺得人是這樣子的哈，我們人有時候在那個當下會很感動。譬如說你看了一部電影、一首歌，那尤其是做這麼特殊的服務，因為我們過去可能就是待1個月，然後我們待在一個封閉的村莊裡面，手機也沒有訊號，也沒有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會到，所以你會特別的想念台灣。對，那就會去思考說，我為什麼要花這些時間，甚至我們自己還要投入一些金錢，然後來做這件事情。那我剛剛提到人的情緒其實當下會很滿，但是回到台灣之後呢，可能因為生活上的工作啊、瑣事啊等大大小小的事情，讓我們自己本身的熱情跟動力一點一滴的被消磨掉所以我覺得做這一件事情對我來說，我反而把它視為一種充電的過程。而且它會讓我看到，其實我擁有的資源跟我擁有的幸福已經非常多了。當然，我們不是要做比較，但是我會讓自己要懂得去內省。那在接到我現在的產業，其實也是一樣的我們可能在每一個案件的服務過程，都會看到每一個家庭不同的故事。但對我來說，有的人可能會問我說，那會不會都很負面啊？那其實我覺得不會，很幸運，因為就跟做這個志工的事情是一樣的，因為每一個過程都在提醒我要怎麼樣面對我自己的生活，把握我自己想要的這個目標，跟我自己重視的人，所以我的收穫其實非常大的。對你來講，你這個同我講，你這個接觸到嘅工作以後，其實睇你嘅工作現場裡邊，有沒有讓你覺得印象深刻的一個故事啊？我想先問
主持人一个问题，你觉得棺材里面装的是什么人？是死掉的人，对，不是老人。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他可能不是自然临终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发生，所以可能包含意外啊、自杀啊，都是我所提到的这个非自然临终的一个状况哦。那我在今年上半年我服务的一个案件哦，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阿嬷。哦，然后小孙子也才刚刚学会走路哦。那他其实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台摩托车撞到，倒下去。住院住了1个礼拜都没有醒来，然后就这样子走了哈。那其实我们直觉想到的就是一个家庭，哦，好像就因为这件事情而破碎了。但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家庭，因为肇事者呢，他是一位大学生。那大学生大4生，然后还在想着要继续念研究所，但是我在猜接下来，在整个这个丧礼圆满之后，他们要面对的事情还有很多。他们可能甚至还是要对簿公堂，他可能要负担这些该负的刑责哦。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看到跟我们在协助的过程有一个状况的，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我们想要让他们可以在头七之前碰面哦，因为肇事者这边很想要道歉，那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往生者他们的家庭又放不下。对，那我们希望在头七前解决这件事情，是因为头七呢刚好是这个往生者的生日，这个叫生日祭，那也是他最后一次的生日，所以其实我们那一天是想要可能参考一些礼俗来帮他做庆生的哦，所以我们当然希望那个氛围当然是很温馨嘛哈，因为是最后一次生日，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的话，他们就一直在那里纠结挣扎，所以我们就陆续安排了几次都破局。那好不容易在第6天的时候顺利的安排哦，然后让他们碰到面，然后让他们亲自到灵堂致意，然后我们在旁边连我们看的也是很不舍，因为这个肇事者呢，他大4，长辈也陪着他来，不可能让他单独面对嘛，所以其实我在旁边看的是2个家庭的挣扎，2个家庭的破碎，跟2个家庭的这个悲伤哦，所以这个案件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虽然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2方的情绪我都觉得有点难以承受。然后你说对错吗？你想要惩罚他吗？你想要他怎么样吗？我心里面也是觉得很不舍。当然，对于这个受害者的这个家庭来讲他就是一条宝贵的生命不见。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案件，是我在近期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可是其实对于人生来讲的话，其实唔多在讲，中年的人如完全唔错哈，还是讲受害者如何一天一定企在一个观光的角度，其实角度冇同样啊。那对于你来说，因为其实你还算年轻，那你投入这个工作之后，你的人生态度有没有转变？有，其实像我刚刚说的以前更年轻的时候就觉得无所谓嘛，反正就是想做就做嘛，我想去就去嘛。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国际志工的时候，我根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对，然后我想说就去嘛，然后家人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就去嘛。结果我在从事到第2年、第3年的时候，我开始做一件事情，写遗书。然后我就开始在想说，哇，我如果出去在那个荒郊野外，然后手机也不会通，然后大众运输交通工具也不会到，也没有医院，然后如果我真的怎么样了，我的家人应该怎么办？所以我那时候在第2年、第3年开始，我就尝试把我想要交代的一些细节，可能包含我的这个往来的银行啊等等的这些我买了什么保单，我都把它写得清清楚楚的，那我就把它收在我的那个电视柜的最上面的重要文件的。就跟我妈说，没有必要的话是不需要去看的，对。可是我每年出去的时候，我会再把它拿出来，让它检视。没有这个没有了，不要。现在我改变我的想法了。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变，就是我想的已经不只是自己了，我想的是，如果我真的去这些呢，那我会不会带给我的家人什么麻烦？然后会不会他们会像我们很常服务案件的状况因为走得太突然了，什么都没有交代，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要干嘛？都要宝贝，每一个细节他都要宝贝问，因为他们不敢做决定。我不希望我的家人会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这可能对我来讲呢，怎么样把我想要的
想法哈，然后交代清楚，留给我的家人，让他们也可以放心。这个是对我来讲最大的转变。至少知道说，其实你是有所准备的啦。是。嗰時其實寫藝術一件事情，唔單止係老人家寫，其實年輕人嘛可以寫，因為佢代表係唔對自家人生有某個交代。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自龍岩公司原本人家出嘅協理明勳來到我哋現場，伊同我哋講伊嘅工作嘅內容係乜嘅。我想請問一下明勳哦，因為頭頭你有講到講，其實你以前出去嘅時候，我寫遺囑嘛，哈，我寫就至少交代講有乜個東西不要講停低嘛。因為其實更加人嘛，我想到講，我們生前是不是可以為我們的後事做一些準備？說有啲人可能唔希望俾也要生人嘅擔心嘛，哈，唔希望俾也要家嘅啦，冇都擔心。嗰時有可能我希望以過身以前，他就先立一些什麼生前契約啦，哈，這是我們最近常常聽到的。但是生前契約到底是什麼？它的內容可以涵蓋到怎樣的範圍？你是不是跟我們觀眾朋友說一下，好不好？是因為這幾年呢，因為政府在有關於殯葬這一塊的法規呢，是資訊越來越透明以外，它的這個要求的細節也越來越嚴謹了哈。那我覺得這個樣子對於這個黑色產業哦，然後消費者來講的保障是越來越好的哈。那剛剛主持人有提到這個生前契約，我用一個簡單的概念來說好了，台灣大部分人都有規劃保險，對嗎？其實它就是最後一道保險的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哦。那它其實是隸屬於內政部的管轄。那透過這個殯葬管理條例，它就是有來設很多的這個條件，所以也不是每一間公司都可以銷售所謂的合法的生前契約哦。所以殯葬管理條例它其實有去要求，不管是它的資本額、它的這個專業的服務範圍等等的，所以我剛剛提到的，可能以比較中小型的這個葬儀社啊，基本上他們就沒有販售所謂的生前契約。我覺得這個也可以在今天讓我們的各位觀眾理解一下。那剛剛主持人有問到說，那裡面到底包含什麼東西？其實它就是按照國民標準禮儀，這個12個制式的流程裡面，基本的項目而已，所以它其實並沒有辦法說哇中包所以我反而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有人了解這方面的資訊，你聽到說我這中包那可能是要稍微擔心一下中包的定義其實是很模糊的我用一個簡單的概念來說，它就很像這個麥當勞的套餐好了那它有 A 套餐、B 套餐，但是不管是哪一種套餐，它基本上的一個主食，然後一個副食，然後一杯飲料，基本面向的東西都有了所以這個就比較像生前契約的概念。那為什麼它不能中包呢？其實啊，在每一個地區，它的相關的地方政府的規定也不一樣，所以我們能夠處理的就是基本上是全台統一的這個國民標準禮儀的這個12個流程，我們就會把它設計在所謂的這個生前契約裡面。那我們也借這個機會可以讓大家知道一下有關於這個合法或者是不合法，這個其實相當的重要所以這個也可以請大家多多的去比較跟注意的。所以說，它是一個國家依照國家現在的現行的法律所制定出來的一個契約，所以說它並不是說是一個個別公司賣的一種個別產品。不是，我們把它統稱叫做定型化契約書。那這個呢，就是要給內政部去審核過的，所以它的內容其實相當清楚。不管你要用到的規格、品項、數量、人啊、交通啊，都得要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的，並且給內政部審核過的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剛剛主持人提到的是，那我個人的需求呢，我覺得這個呢，是我在外面的講座在推廣的另外一個觀念，就是所謂的預立遺囑。後事呢，其實是整個遺囑裡面的最後一小部分而已。遺囑裡面牽涉到有很多。那我為什麼個人我會很贊同這一塊？除了是因為投入這個產業看到更多了我也必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遺囑呢，並不是有錢人的專利。
所以我们在服务的很多的案件里面，有时候就因为走得很突然，什么都没有交代，哇，不只是在吵后事这一块而已而是很多的继承啊，很多的这个负债啊、房子啊、田地啊什么的，哇，还没有出完告别式，大家就吵成一团了。那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天上的这个王者看着自己的这个亲友们在吵这些事情，我想他一定也是很不舍跟难过的。早知道我就交代清楚了，可是人生没有早知道。预立遗嘱这个时候需不需要有个见证人，或者是说有个律师在场啊，或者是说去鉴定这个遗嘱的真实性啊，或者是它的一个适用的范围性？其实遗嘱有分成5种方式，有分成自书啊、口述啊、密封啊到公证。那其实我们在协助某一些家族在做这个生前的规划的时候，基本上他们可能会采取的至少会到公证。至于在往后的这个状况里面，比较不会有这种诉请说无效啊，然后又吵成一团了所以他的确会因为不同的这个方式，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这个见证人啊、公证人啊，的确也是必要，那这个在相关的这个法令的规范里面，都有它的这个名列这样子。所以说，那你刚提到就是说，不管是生前契约要部分啊，某那种遗嘱要部分。都是你们公司都可以去负责做服务的范围吗？不，我们在生前契约这一块，当然就是我们被政府核准嘛，对。那我们也会协助他们去找到合适的这个律师，然后让他们。那通常家属会想这一块，他们基本上也都会有自己认识的这个律师，但是可能就要配合我们。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后事是遗嘱里面的其中一块嘛，那这一块的细节要怎么样写进遗嘱里面？那这个他们可能会请我们陪同他们，一起把这个规划通通都做好。譬如讲我的生前契约部分第一步用的方法、用的仪式其实写清楚，但是其实有部分可能也有个遗嘱的一部分。好，因此故事里面的我们单只黑的生前契约的问题，它其实也是一个生前预立遗嘱的范围性的一个问题，可能包括了他自己希望说他的后事怎么办，他的一些剩下的一些资产怎么去处理的问题，或者就变成它整个是遗嘱，然后但是你们可以处理的是生前契约的这一部分。刚想请问一下譬如讲警家压那些不管是生前契约或者是遗嘱来说，有没有时效性啊？譬如说他可能要在往生前的多少时间内它是有效的呢？每一间公司如果它被政府允许可以销售所谓的合法的生前契约的话，那就看他们公司自己的规范是什么。那像我们自己的这个公司里面，我们规定的就是180天。拿保险来相比好了，如果我已经得癌症了，我就不能保癌症险嘛。好，但是生前契约的弹性比较大一点，它不管我现在的年龄跟我现在的体况，要用谁的名字都没有关系，都可以规划。但是如果要在180天内使用的话，它可能必须要补到一定的定价这样子，它才可以使用这张，不然预约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这个规范。那订生前契约的话，它有相关的费用吗？当然，因为以生前契约它等于就是预付，预付。那当然，每一间公司的做法不一样。那像我们的话，我们提供的比较多元一点，它可能可以一次付，然后或者是它可以先付一个头款，然后剩下它透过它指定的银行每一个月慢慢的扣款。最主要呢，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慢慢准备好，其实也只是为了爱而已。爱谁？爱我们的家人，爱我周遭的这个亲友，不要造成他们的困扰而已。因为等于如果你还没讲，以前作为一的生前契约的话，那其实你刚刚说可以预付嘛，那等于说我在生前的时候，我就一笔一笔的把它付完，然后到时候真的是那天来到的时候，其实自己的家人就不用再去为了可能一笔不小的丧葬费用去开始去筹钱或什么之类的。但是谁会知道说这个人有立生前契约？假如说这个人都没有跟人家讲的话，那怎么会你会去通知他的家人吗？还是怎么样？这个呢，我们的确主持人点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尤其在台湾的人口结构其实跟日本有点像，所以独居的人可能越来越多，不婚的或者是没有生小孩的这些也越来越多那我们有遇过几种不同的情况我分享给主持人知道，譬如说他会让里长知道。对，因为觉得比较他可能就真的没有跟亲友往来，或是没有，他可能会交代给平常跟他有来往的人。那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很重点的，就是遗嘱的部分。他在遗嘱里面，他可能就会先写了，
那可能刚刚有提到的所谓的见证人啊、公证人啊，或他的遗嘱里面，他其实就会写得很清楚。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会让他的亲朋好友或者是非常信任的人所知道所交代好。所以这个的话，因为他个案的需求跟他个案的这个家庭状况不一样，所以他们就会有这些不同的做法。那以我的立场呢，我都会提醒他就是是这个可能是为谁规划为你自己规划那你有没有跟谁讨论过啊？那我就会鼓励他，如果你都规划了，我会建议你可以把遗嘱这件事情做好。那相关的人就都可以掌握。以上至少在他过世的那一天，而不会是大家都不知道说，其实他已经为他的最后一天已经做好准备了哈。是。那你这个其实他要工作做研究，你这个有没有感想嘛？你自己在这工作里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回馈主持人。我自己在外面在做这些讲座心得分享的时候，我很喜欢聊的然后有关于上菜这件事情。他们问我说上什么菜，我说其实人生有4道菜这4道是哪4道？道谢、道爱、道歉跟道别。那我觉得这4道其实是很不容易，虽然听起来我们好像也很常讲啊，但是上菜色怎么样，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那我自己在觉得在每一个服务的过程里面，我自己也在检视自己，我这4道菜做的怎么样所以我刚才在前几段有提到嘛虽然每一个案件它的状况不一样，有很现实的也有然后当然也有很 peace 的，然后也有很感人的，但对我来讲，我都是在提醒自己，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啦，就是因为每一个案件都在提醒我，你哪一道菜要加油咯，这个咸淡可能不够咯，对，所以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幸运。其实这4道菜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人生要过得没有遗憾了假如说你都可以把这4道菜做好的话，其实我想大概人生就是会没有遗憾的去走完这个最后的一段。咁唔知家睇也工作地方有我感覺到過，譬如講明白如果讀到按通行的事情嘛那你怎麼去處理自己的情緒？尤其是在看完可能很多生離死別的悲哀之後，我特別的會想要去把握我想去的地方。那當然，如果以旅遊的形式來講，我覺得它就是在充電嘛，再讓我放鬆嘛，然後再來就是因為我剛剛像主持人講的，可能不想要有遺憾，所以呢，我其實在忙碌的這個行程裡面，我幾乎每個月我都會安排旅遊，都會想要讓自己好好的去放鬆充電，再回來把我的這個專業跟我的能力呢，奉獻給我的客戶。跟我的家屬這樣子，所以我會透過這樣的形式來讓我自己放鬆然後來排解，對，然後最主要也是呼應剛剛講的，不要留遺憾，我想要去哪裡就要趕快安排，這樣子。其實生老病死每個人都會遇到，但是嗰種我哋睇蠻過輕的時間，蠻可以對於我哋呢過程做一些準備嘅話，可以幫我哋呢身邊嘅人，我哋嘅家人有過多嘅準備。就像頭我哋民群講嘅道謝、道歉、道愛、道別，每個人如果行到也4項菜，但是也4項菜做好以後，我哋人生如果圓滿呢？今天非常感謝明勳來到我們現場，跟我們分享很多你的故事。安子 say good morning， 休息一下等聽我哋先嚟傾下運動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